4名工人6号伫台南7股6坑码头采收粉叶，正准备收尾操作吊车时，无小心交到高压电线，拄了夺走3条人命，互2个家庭破碎。迎接中秋却发生这款的悲剧，使人遗憾。其中5岁工人的太太也无法度接受事实，毋知以后日子要安怎过，哭甲使人心酸。加上阁是继续6号2个囡仔也阁细汉，经济限力困境。另外5岁兄弟的离开，嘛互厝内一摆失去2个后生。毋过强忍悲痛，甚至也安慰5岁工人的太太。地处议长郭信良、立委陈廷辉甲7位议员拢一一到民众所关心，并且致敬每一位罹难者10万块甲胜利基金，希望社会伸出援手，持续关心这2个家庭。发生的这个不幸的事件，家属真的有点令人心酸呐。那尤其一个是中低收入户而且还有孩子刚满打9年。为国小1年，真的社会大众，我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成立一个基金，那也有公布账号，那希望社会大众容易呢捐款入这个账号，成立一个基金，让这2位孩子呢，未来有后顾之忧，能够为这个社会大众尽一点力量的关心，让他们能够勇敢的长大。这是我们议会所有的期待。那另外2位呢，也是英年早逝，那我们代表台南市议会来这边做个适当的慰问。那希望社会大众针对这个事件呢，我们能够再次呢抛砖引玉，祝这个孩子呢长大成人。发生这件不幸的代志我想包括议长第一时间佮这议员的站出来，希望呼吁咱社会大众来协助，包括咱电路爱心会也协助着整个后小姐送终的协助。我想后壁路佮足长，需要咱所有社会各界，我们社会各界继续来协助他们。我想事情真的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们以同理心，希望我们社会大众能够一起伸出援手，不论是小朋友，还是说他们后续的家庭状况，都需要我们继续来关心他们。议会第一时间来关心，只是抛砖引玉，配合公部门的照顾，不管是教育还是生活上，拢真需要社会大众斗相共。议会嘛公布中国信托中台南分行的小号甲户名吴嘉玲，希望共同帮助2个囡仔就学成人。台南新闻，军事林根采访报道。